迟到了，迟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干嘛要答应这个混蛋，搬到这个地铁都没有的地方？每天骑自行车上班，算了，我就当健身好了。加油，上坡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怎么还有那么长？要不要我载你一程？你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才不上当呢。再问你一次，上不上车？谢谢你啊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喂，撞坏你车我不赔的。你别我干嘛？我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不要惹我。知道了。哎，那我自行车怎么办？我会找人善后。马上找人把路上的自行车搬回去。对。曲大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就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自己走过去。我送你过去。你的车太招摇，同事们会误会我的。停车！这不是吧？下车。要我说第二遍？下，我马上就下。拿着。太帅了吧！好聪明！可以呀！你什么时候傍大款了？这不是陈氏集团总裁吗？好聪明！你换男友了！上班啊，上班！换的还是同款，你的口味真是相当的一致啊！明明可以靠男人吃饭。跟上他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迟墨那个家伙最近真是古里古怪的，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过去追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小时候了。真是搞不懂这些有钱人，这么舒服的沙发，
当然是能躺着绝不坐人，能坐着绝不站着。石墨每次都像拍杂志一样端坐在这儿。好聪明，你多累呀！这么舒服的沙发，应该要这样才舒服嘛。我在这里好开心啊！跟上他。难得今天大瘟神不在家，我要好好的睡一个美容觉。再点一点生香。好香。最后再放一个安眠曲，赐我有一个帅哥的好梦吧。晚安，好聪明。呀，一个人喝闷酒呢？谁啊？你不要管我是谁。别碰我！真可爱，要不要跟我换个地方喝喝酒啊？郑小姐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认错人了？哼，认错人，他化成灰我也认识他。根据我所掌握的池氏集团掌舵人池墨的第一手资料，池墨的属性和眼前的这个人截然不同。池墨隐忍，而这个人嚣张。池墨对品牌极度挑剔，出现在公众场合永远穿固定的品牌，而这个人更喜欢时尚潮牌。池墨行为举止内敛，而这个未免有点太奔放了。总之，这两个人虽然长得相似，但习性却有天壤之别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？如果不确定，那就试试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智取？哎，你慢点儿，啊，就这儿。哎，小心啊！真是一块可口的唐僧肉啊！是我。你现在立刻让郝聪明拿一瓶红酒去酒店，记得用池墨的名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管我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智取，好啊，这种捉奸的事情就交给那个郝聪明吧。开心，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！我说呢，你个混蛋破坏我的美梦！喂，郝小姐，池墨让你马上送瓶红酒去酒店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现在去酒店？对，他急着要，指明让你送过去，你快点吧。
你的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来送的。聪明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洗你的澡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一会儿让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叫你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开门呢 ？Hello。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。不管了，迟默，反正酒我是给你送到了，我放在这里，丢了别怪我啊。什么鬼？这瓶酒，是给我的。你拍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瓶酒给我的。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？哦，不行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开，对不对？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，哎，真是机智。这边，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会不会是人妖吧？你的裙子很好看。哎，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啊？哦，原来还有人在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送红酒的，那酒放这儿了，这个起瓶器也放这儿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我那还有高跟鞋丝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呀，告诉你啊，你别再碰我，再碰我，我给你动粗了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这声音是……你是？我不是我。你是迟默。他当我是迟默也好，总比破坏宋小小在他心中的形象好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报警了！报警了！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，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妈妈，救命！你别太……听到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火妞了，我们该干正经事儿。我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，
我们3个人一起玩。嗯。17了不早说，耽误老娘时间。今天这日子真是我的倒霉日子，先装完女人，又装基佬。哎，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。哎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想不到迟墨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竟然是个死变态！怎么会这样啊！我靠，幸亏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！回答我。听到了，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。哎，不行！可是如果那个死变态还在房间怎么办？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，又没带钱，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？哦，不要露宿街头！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加油，好聪明，加油！嗯。好聪明，加油，速战速决。原来迟墨那个死变态已经不在了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难不成掉在来的路上了？怎么感觉身后怪怪的？哎，小心！疼。小心！哎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这么多天都不见我，短信也不回，微信也不看的，那我不得找个机会接近你？聪明，我都已经跟前女友一刀两断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啊？反正你今天是把我吓坏了，差点以为是迟墨那个混蛋追过来了呢。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个家伙。对啊，如果是迟墨那个混蛋，我肯定就拿棍子多打他几下，我狠狠地敲他。难怪我说他最近奇奇怪怪的，已经开始向我献殷勤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哇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简直……他怎么了？我不能说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会死得很难看的。他欺负你了？那倒也没有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说他了。对了，小小，你为什么大半夜还在外面闲逛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我是有点事儿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我半路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，跟你挺像，所以我就想
过来打个招呼，但是我刚一上来，你就过来了一下。我不管，你得给我吹吹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你知道，自从我被坏人绑架了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总是怕怕的。迟墨那个混蛋说什么我被坏人盯上了，所以让我住到他家保护我。可是我现在知道迟墨他自己也是个大变态，我觉得别的坏人跟他比，简直都比他好多了。要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我早就劝你离开那个变态家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啊？直到我有能力保护你之前，聪明，就委屈你先待在他家。我觉得出于保护证人，他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哦，对了，叮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你随身带着。如果那个家伙敢靠近你半步，你就给他狠狠的来一下，电死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么晚了，不准一个人在外面，听到没？啊，对哦，都这么晚了，那我要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拿着，这个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你偷偷摸摸在这干什么？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你们继续。郝聪明，你干什么？你个疯女人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跟你解约。女佣劳务合同尚在合约的履行期内，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，也就是你，不得擅自撕毁合约。那是你以保护我为由做诱饵胁迫我签的不平等条约，现在我又不用你保护了，合约自然不算数。为什么不用我保护？因为你是个变态！我宁愿被人跟踪，我也不要跟一个变态天天住在一起。虽然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合约上白纸黑字，合约上第32条规定，甲乙双方若违反条约，需要向对方赔偿违约金2000万。什么？10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2000万？所以你想搬走也可以，按照合同上赔钱就行。2000万？假如我年薪20万，我要还上100年，就算加上通货膨胀以及加薪等因素，我至少也要还到80岁。哦，那我这辈子岂不是都要赔进去了？想好了吗？迟墨，你昨天才发誓说你再也不为难我了，这24小时都没过你就反悔啊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哪儿去了？与其相信信任，我宁愿相信合同上的白纸黑字。迟墨，我知道你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熟练掌握各种坑人技巧，会4国语言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还会川剧变脸，算你狠！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。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，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是吗？看来你比预期的更活跃啊！我倒是想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样的花招，还会给我添什么样的麻烦。
迟默啊，迟默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今年的流星雨的周期比往年的更长，所以我活动的时间也顺带延长了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有一份合同需要您签一下。老板，您怎么用左手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啊，我现在在用左手练字儿。怎么样？我左手写的字儿还不错吧？和您右手写的一样漂亮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左手写的字更加的洒脱，而且富有自由的灵魂。您说的话真深奥。哦，这是新一季产品代言人的邀请函，还有这些是关于各个代言人的造型设计，您看一下。摄影棚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通知他们一下，我下午会亲自去摄影棚那边监督拍摄事宜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好。迟默啊，迟默，今天我就给你改一改你那老古板的 style。你的计划毫无用处，昨天一无所获。昨天也不是我计划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就我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在这男人和女人之间啊，你要是表现得越屌、越拽、越难以驯服，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。相反，你要是唯唯诺诺、百依百顺，可能他就会看轻你。所以呢？我决定我们再也不要走这种苦情的路线，我们要逆袭，我们要爆发。怎么逆袭？说到点儿上了。这是我最新研究的前任攻略套餐。然后你看第一项，就叫做以退为进。以退为进。退到无路可退。就你这些馊主意，赶紧把自己的店砸了，滚！郑小姐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职业。有钱，顾客就是上帝。我们做服务业是有尊严的。哼。好聪明，你又搞砸了，知不知道？你今儿甭去门店了，你去摄影棚吧。那大明星明明都跟咱们签了协议了，就因为你的陨石戒指抄袭事件，人家说代言有争议的产品影响人家形象，现在解约合同都在我这儿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都是我处理不得当，都怪我。我不管谁对谁错，现在咱们陨石系列要重新上线，你去把那大明星给我请回来。是，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努力挽回公司的损失，交给我吧。好，来整个圈，非常好。好，来，这边来一点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一会儿跟他说，多拍我侧脸，我侧脸好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会跟对方说明的。不是说明，是要跟他说清楚。啊，知道了。把水给我。王老师，啊，您真的在这儿啊！你真人比上镜更帅，我特别喜欢你之前那个电影。谢谢，给人家几张我的签名照吧。啊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您的粉丝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美克拉美的设计师，我叫郝聪明。
谢谢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一稿多卖的设计师是吗？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误会。我这次来呢，也是希望您不要解除和美特拉美的合作，毕竟这样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。我打断一下，如果今天你是来和我谈合同的话，可能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下午拍摄安排得很满，对不起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我就在旁边等着，然后您看你什么时候忙完了，有时间了，方便了，我们再聊，好不好？哎，等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家是不是想喝点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我去买。你要喝点什么？龟苓膏和梨水，我最近有点上火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买回来。啊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下午茶由我们王老师请客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人，不可能只看到我一个人喝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明白，我理解。那大家要喝什么，我登记一下，我去帮大家都买回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要喝点什么？果汁。你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好咖啡。你说了美特拉美是不是在搞笑啊？拍这么个小未来什么意思啊？喝点什么？想让我回心转意吗？喝绿茶。等他这些东西全都买完了，咱走拍完了。哎，金秘书，我要你立刻、马上、现在把咱们最大的摄影棚清场清出来。我不管，总之我现在有急用，听到没？哦，非常抱歉，今天这个摄影棚暂时不能用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灯光什么全都摆好了，你说不让拍就不让拍啊？我们也是临时接到上头通知，不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另外一间摄影棚，麻烦您请移尊玉步。如果有任何损失，我们池氏一定会赔偿的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工作相关的东西稍微清空一下，谢谢配合，谢谢啊，慢走。哎，小心点啊！不好意思。水来啦！哎，人呢？怎么样，金老师？非常完美。可以吗？这样？准备开始拍吧。咦，聪明。小小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老师呢？王老师谁啊？不知道。但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你喽，过来看看你不行啊？哎，好啦，我是来试镜的。试镜？啊？别闹！我没闹，我来参加池氏集团新一季代言人的试镜，一会儿准备在这儿拍点东西什么的。哎，但是刚刚我来这个棚的时候是王老师他们在拍啊，我没走错棚啊。这个楼里棚挺多的，估计他们去别的棚了。行啊，小小，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试镜啦。改天混上了代言人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跟朋友炫耀炫耀。你呀，过有点出息，真是。那你好好拍。可以了吗？稍等。怎么了？你也来拍一张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会的。没事，你看镜头就好。来。快过去帮忙！
笑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笑笑，你醒醒啊！聪明，我在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我答应你，宋小小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他又出现了，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？笑笑，池总，池总，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？哎，对啊，是池总啊。进来。老板，关于新一季的服装广告，因为和之前的代言人合同已经到期了，这一次启用的是新人，是由国内顶尖的时尚团队DG工作室一手打造的。这是样片。这个模特是谁？是之前来面试的新人，叫宋小小。之前没有什么走秀的经验，但是DG的一梅老师一直坚持用她，说她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，而且效果确实不错。有他资料吗？有的。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参加广告拍摄，真是够嚣张。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。老板，老板。啊？他我不是很满意，换另外人代言。老板，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定好了时间，如果现在换人的话，那可能会来不及了，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。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，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池氏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，熟门熟路的。你去交接一下陨石系列的后续程序。又是我，又要见到志墨那个大变态了。别唧唧歪歪的了，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哦，是，我马上就去。经理。
是谁啊？这个呀，领头的就是 DJ 的灵魂人物，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伊美老师。伊美老师，后面跟着的是她的御用造型师、御用摄影师、美甲师，还有吉他手呢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助理啊！不过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好吗？只要伊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，那就只能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。咱们老板吧不想用那个模特，但是伊美老师吧一定要用那个模特，这不过来开撕了。模特是谁啊？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，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，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。据说呢，还是个90后的小鲜肉。那个鲜呀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。是小小。您别生气。您怎么紧？哎呀，看你们总裁的任性指数呀，我大概也知道他是多有钱，可是钱对我没用。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，用大明星文杰，哼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我能不知道他啥样吗？啊，就一绣花木头熏过的腊肉，能和我们家小小这个小鲜肉比吗？这纯属我们老板的个人喜好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哎，您到那边去休息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，一定帮你解决。聪明，你来了。啊，金秘书，刚刚里面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边掐起来了。掐起来了？就你们老板那样，还有人敢跟他掐架？就金老师一个人不停的在说，从头到尾我们老板就只说了一句话：出去。宋总助，你来了，老板正在里面发脾气呢。我先走了。不就一个模特吗？哪有这样的必要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没什么，这件事儿已经定了，换那个明星文杰。那好吧。我的小鲜肉估计没戏了。我刚听金秘书说，总裁已经把他文件夹里的小鲜肉的照片换成那个男明星了。只要那个文件夹送到企划部啊，很快就会送到印刷厂。再见了，我的小鲜肉。池总好。出来吧。其实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说。这个事儿吧，这个代言竟然是属于小小的。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得帮小小把代言抢到手。可恶的迟墨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哎，迟总，你要回家啦？
我想起来我还有东西落在那里，可不可以再我一场？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，默认了。石墨，你，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是。那什么啊？我就是那个，我就是我。说，为什么要更换照片？难道照片里的人你认识？你看你刚那个动作太大，我怕那书架会倒。说，宋小小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为男朋友出头，天经地义，怎么了？你说宋小小是你男朋友？对啊。跟他分手。你又不是我爸，你还管我跟谁谈恋爱呢？你跟谁谈恋爱都可以，唯独他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的电话不要接，他说的事情也不要相信。如果他出现，马上跟他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是个不该出现的大麻烦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小小啊？你认识他？可是我们家小小说他根本不认识你啊。我当然不认识他。那不就完了？你管那么多呢？我跟我们家小小正大光明的谈恋爱，一没有违法，二没有违背社会道德，你管得着吗？倒是你，内心阴暗、出尔反尔，还有异装癖的男神经病才是最危险的。我异装癖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那天晚上大半夜的，你叫我送红酒去酒店。郝聪明，郝聪明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、名誉，还是想让他当代言人？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但唯一的条件，你必须跟他分手。如果我就是不分手呢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对，我不管谁反对，马上给我撤下封条墙。还有，以后跟池氏集团有关的产品全部都搞封查它，在池氏集团的内部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任何跟宋小小有关的海报，听到没有？宋小小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得逞。不好！
喂，老板，公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临时更换的代言人坐地起价，要求代言费增加30%，超出了预算。您真的要换掉这个宋小小吗？这样有些得不偿失。他说什么要换下我？哼，一群没有品位的智障。喂，你听我说啊，马上召集所有相关人员。对，我要今天晚上大街小巷全部贴上宋小小的海报，什么宣传册马上印，网上的宣传要跟上。对，立刻马上。你没听错。石墨，你自己不好好利用这个身体，还嫌弃我的海报？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池氏集团股份7%，做得干净点儿，别让人给查出来。爸，哎，老朱啊，你回来了，以后再说。爸啊，你刚刚在说池氏集团的事情啊？你听到什么了？池氏集团7%的股份什么的，爸，你私下想收购池墨家的股份啊？7%，那就是大股东了，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。老朱，这商场的事，一个女孩子家就别操这心了，找个好男人是吧？结婚恋爱这才是正事。最近是不是缺钱花了？那我给你拿点。哎呀，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要什么零花钱啊？爸，你把池氏集团的股份转给我，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个把池墨追到手。老朱，你说什么呢？转让股权那可是大事，这岂能当儿戏呀？哎呦，爸，我是您唯一的女儿，郑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转给我，你给谁啊？那也不能便宜那个池墨呀，万一是吧？你着了他的道，这股权有可能就不姓郑了。爸，只要我跟池墨结了婚，那池氏集团的下一届继承人就一定是我的孩子。那到时候整个池氏集团有一半可是姓郑的。可是，哎呀，爸，你就给我吧，要不然我就终身不嫁，我就缠着池墨，我不嫁也不让他娶。好，我等我考虑一下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，爸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啦。别呀。什么？你说池墨到了咱们门店？嗯。池墨，你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业务洽谈。真的？哎，别看了，口水擦一擦都掉到桌子上了。真的好帅，好帅啊！他以后就成为我的新男神了。我能读懂他的背影，伟岸而又有安全感。他是男的。我刚刚握的这只手，分分钟几千万人民币进账。我肯定能沾点喜气儿。哎，你看，我这手是不是比刚才还白了点儿呢？白了，白。聪明啊，几天不见，你整个人简直是焕然一新呐！有吗？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啊，池氏集团总裁亲自来咱们公司呢，钦点你做珠宝设计师。原来池墨来门店是为了钦点我做珠宝设计师，怎么回事？
听到这个，竟然还有点小感动。要不这样吧，为了答谢大家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唱 K。愣着干嘛呢？这工作时间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怎么在公司里做出点业绩，成天想着唱 K 唱 K。哦，对了，郝聪明，来一趟。哦。郝聪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要给我加薪？哎，升职加薪都不是个事儿，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新任务。什么新任务？跟池氏集团战略合作。啊，经理，咱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我刚刚从卑躬屈膝的那种状态恢复了自由，你现在硬要让我去抱大腿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抱大腿？会说话吗？这叫战略合作。你看啊，第一步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跟池氏集团现在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。这下一步，咱们强强联手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经理，你还懂《孙子兵法》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粉丝时代的经济。这粉儿对了偶像啊，天天都是正能量。这偶像要是带上咱们的饰品，那分分钟都是进账啊。但是这跟池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呀？你想，池氏集团这么大的产业，现在要注重新媒体力量，给影视周边开发的饰品卖给粉丝，简直跟抢劫一样。他们的短板就是咱们的长处，咱们的优点放到他们的平台上，就能发展得更加强大呀。聪明啊，加油拿下这一单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。祝你走上人生巅峰！巅峰，巅峰！我回公司了啊，加油！池墨自己就是个大坑，离开了池墨这个大坑，我才天天都是巅峰。不进来了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到了！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池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池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7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欢迎！
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迟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。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